马太福音，马太第1章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耶稣是大卫的后代，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。犹大对他玛生法勒斯甲舍勒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阿兰。阿兰生阿米那达，阿米那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文，撒文对拉合生普阿斯，普阿斯对罗德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卫王，大卫对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波暗，罗波暗生阿比亚，阿比亚生阿撒。阿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欧西亚，欧西亚生约旦，约旦生阿哈斯，阿哈斯生希西家，希西家生马拿西，马拿西生阿摩斯，阿摩斯生约西亚。以色列人受牵线去巴比伦的时，约西亚生亚哥尼亚甲伊的兄弟。受牵线去巴比伦以后，亚哥尼亚是撒勒铁，撒勒铁是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是阿比乌，阿比乌是伊利亚金，伊利亚金是阿索，阿索是撒督，撒督是阿金，阿金是伊律，伊律是伊利亚撒，伊利亚撒是马旦，马旦是雅各。雅各生约瑟，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。迄个称作基督的耶稣，是对这个玛利亚生的。安尼，对亚伯拉罕到大卫，拢总有14代；对大卫到受牵线去巴比伦，有14代；对受牵线去巴比伦到基督，嘛有14代。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：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，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。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，无爱互伊伫众人的面前见笑，想要暗中解除婚约。伊伫想即个代志的时，伫眠梦中，主的天使对伊出现，讲：大卫的后代约瑟。毋免惊，就带玛利亚入门做某，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，伊会生一个查甫囝，你就该号名叫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。这一切事发生，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。你看，在小女为怀孕生囝。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。约瑟一个困醒，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，带玛利亚入门做某。不过，这个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，无甲玛利亚同房。婴仔出世，约瑟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